狂魔挖眼奸劫，變態殺手死囚室病逝。80年代，美國加州夜行狂魔被稱為全球10大連環殺手，喺死囚室等行刑等咗24年，星期五因為肝衰竭逝世，終年53歲。變態嘅佢喺1984至1985年間潛入民居，總共殺咗14人。刺殺一個老虎嗰陣，幾乎將死者個頭斬甩，仲曾經槍殺過一個女人，仲挖對方對眼出嚟。槍殺一個男戶主之後，喺屍體旁邊強姦女戶主，仲連男童都唔放過。又中意留低撒旦符號，逼受害人信奉撒旦，嗰陣搞到人心惶惶啊！直至佢喺洛杉磯東部準備偷車嗰陣，被居民捉到圍毆。法院展開美國史上最長嘅刑事案訴訟，喺4年入面，前後傳召過超過1600個陪審員。佢最終以多項謀殺、性侵同爆竊等罪名被判死刑。